行業挑戰8隻字啊8隻字，聽唔到嘅，咁你呢個係8個字嘅咧，仲可以點啊？呢個仲有其他意思㗎。人哋啲快講㗎嘛，有啲是但啦，煎堆嚇，第一、第二隻煎堆，前2隻字，係啊，煎堆，你過年食嗰啲啊，圓碌碌嘅咧，煎堆，係啊，煎堆碌碌金銀滿多。佢又識喎，我未聽過。咁你8個字，頭2個字就係煎堆，咁係得煎堆碌碌金銀滿多嘅啫，仲可以點啊？煎堆發財啊5隻字！5隻，好難㗎，好難嘅。雞，係，不年流流，你講埋啲狗嘅嘢。你講喎，你講嘅你我話雞咩啊？雞，係嗰啲啊，雞啊！第二隻龜，咩啊？雞，第二隻啦，雞係第一隻，第2隻字，第一隻龜，呱，龜雞貴，爬嗰啲啊，雞扒，龜，第4隻啊，第4隻字，滾，滾，滾啊，滾啊，滾，係雞，第一隻雞，第4隻滾，識未啊？雞咩滾啊？係雞叉叉，第5隻字咧，第5隻羹咩啊？食嘅嗰啲羹啊，咩粟米羹啊，咩魚翅羹嗰啲羹啊，羹，係啊，雞咩滾羹啊？第2隻啊，龜兔賽跑個龜啊，龜，第一式，第一式。雞，呢個第一隻字，第一隻雞，第二隻龜，龜。下一題7隻字， 7隻字，OK，第一隻刮，第3隻刮，刮，第5隻刮，3個刮，刮咩？刮咩？刮咩咩？刮咩咩？啊，第2隻金，含，新年流流，你又講埋晒啲咁嘅嘢你。刮金刮，掘金掘銀，唔係，我明呢句説話可能係一句吉祥嘅説話，係啊，但係我唔知啊。唔緊要，第4隻字吉，吉，係啦，刮金掘吉，掘金吉，係啦，呢啲咪醒目咯，咁樣去引導先得㗎嘛。唔係，呢句説話同新年有咩關係啊？